你是文喜吗？如果你不是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瑜伽行者，我就是文喜。你从哪里来？找我有什么事？哦，那对了，在加扎安有一位自称是你母亲的老妇，要我将这书信交给你，收着吧。谢谢。文喜，我想你的身体一定很好。你已经继承了你父亲米拉昔日降参的事业，法术已经在本乡中奏效，35人死于贪污之下。但是乡邻对我们母女仍不怀好心，因此妈妈希望你再释放3层墙后的冰雹，那么母亲我的心愿就可以完全满足了。你自己也要严加的提防生命危险。若你没有口粮，在那个面朝北的地方，上有黑云密布，还有昂星闪现，在那星宿的下面有我们7户至亲好友，你要多少口粮就在那里取多少。如果你找不到，就向那个地方的瑜伽行者询问，千万不要去问别人。妈妈。瑜伽行者，瑜伽行者，你知道我的亲戚在什么地方吗？你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我怎么会知道在哪个地方有你的至亲？我是前藏人，我不知道。上师啊，这信是我母亲寄过来的，请您看看吧。我看看。是这样。你母亲是一个嗔心很大的人呐，施咒术已经死了那么多人，还说要放冰雹啊。你那边有亲戚吗？过去没听说过有谁，信中这样说了，我问了瑜伽行者，他也不知道。你具有智慧空行母的德相和智慧，这名副其实。你的智慧一定是超人的。你再把这信看一遍，看能不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文喜，去把那位瑜伽行者请来，我请他喝酒。好，是的。来，瑜伽行者，您喝点酒。哦，谢谢。喝了这个酒啊，好好休息。您是从远方来的，穿着这样纳衣的瑜伽行者，您所到之处给很多的人都带来了幸福和安康。那借我穿一会儿吧。好啊，那我就托给你。啊，谢谢，谢谢您了。好，拿去。谢谢，谢谢您，瑜伽行者，我真是太荣幸了。
文喜，这7两黄金是你妈妈寄给你的，给拿去。哦，大师母啊，这黄金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文喜有个非常聪明的母亲，信中说的面朝北的地方是指照不到太阳的地方，瑜伽行者衬衣的里面就是照不到太阳的地方，说布满黑云是指补有一方黑色的补丁，说昂星闪现是指补丁上挑刺有白线条纹，说星宿的7家至亲就是指这7两金子。如果找不到，在那个地方居住的只有这个瑜伽行者，不要去问别人。这是指若不明白信中的意思，黄金就在瑜伽行者的内衣里，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。哈哈，人们说你们女人的心很灵敏，很聪明，这话真不错。文喜，我们2个根本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现在好了，哈哈哈。白马萨，去把文喜叫来。是的。文喜啊，你还不走，想做什么呢？上师啊，我的母亲要求我降冰雹，请上师传授降冰雹之法。如果你想那样做的话，那你就带着我的书信和金子去见上师雍登错家，他有用手指催降冰雹的咒法。哦，好的，太感谢了。